国产淘宝家皮，买家居还在犹豫不决吗？新手小白买家居，如果不想任人宰割，你可以线上直接找杨师傅免费咨询，你只要提供品牌、照片、影片、房产等原因，可以看到产品资讯，就能提供专业建议给您。不管你是要买沙发、大门、流理台、鱼缸、马桶、床垫、衣品，不管是进口品牌、国产品牌、东南亚品牌、家庭淘宝货，还是想要直接找安安提供厂实质、最实用材质、使用方式、实用性，还是要询问如何后续保养维修，品牌是否有保护，店家家具小白免费线上咨询，也能协助进口国产甚至工厂购买。私讯本专或 Line 找杨师傅。